阿摩斯书第二章，上主安尼讲：无啊人一遍搁一遍犯罪，我一定要刑罚因，因为因将以东王的骨头烧甲变火腐，我要放火烧摩押，烧毁加略的宫殿，摩押会伫花花口化险。分扫甲的中间死亡，我会将摩押的统治者处死，杀死王甲伊所有的官员。上主安尼宣告。上主安尼讲：犹大人一遍搁一遍犯罪，我一定要刑罚因，因为因拒绝上主的律法。无守伊的规例，因缀因的祖先拜假神，受引诱行迷路，所以我要放火烧犹大，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。上主安尼讲：以色列人一遍搁一遍犯罪，我一定要刑罚因。因为因为着阮出卖义人，为着一双话卖善车人，因吞踏善车人的头壳，亲像跌踏土粉，因剥夺困苦人的权利，老爸甲囝攻击一个少女，直到亵渎我的性命。因伫逐个祭坛边，用善车人摕来抵押的外衫做床巾，伫因的上帝的殿，啉剥削得着的钱买的酒。我捌伫因面前誅灭阿摩利人，遐个人悬大亲像白香树，勇壮亲像橡树。总是我毁掉因顶面的果子，斩断因下面的根。我嘛有带领对埃及地出来，40年久带领经过旷野，互恁得着阿摩利人的地做产业。我对恁的子孙中间竞选先知。搁对恁的少年人中间选立拿细耳人，以色列人啊，敢毋是安尼？上主安尼宣告。毋过，恁互拿细耳人啉酒，禁止先知传达上帝的话，所以我要甲恁刺伫涂骹。亲像载满麦捆的车，甲恁缀到麦顶重。得命的走袂离，勇壮的失去气力，勇士嘛袂当救家己。射钱的徛袂在，骹紧的走袂赴。骑马的嘛袂当救家己的性命。伫迄日，连上勇敢的战士嘛会放下武器逃走。上主安尼宣告。